續來看日前美國進口馬鈴薯的爭議炭燒，即擺閣有台北市議員來壓料，講除了馬鈴薯之外，還閣有174項的農藥標準大變動，質疑這個食安出現着漏交。啊，是律師嘛是開記者會來回應。跟 out 沒有關係，為什麼沒有關？我們在例行的滾動式的修正，每一年。其實14年呢，我們修了2次，所以預告完之後，接到後續的就是公告。基於我們農藥合理的使用，並考量國人飲食的基準、跟風險以及習慣，我們評估之後訂定的結果。是律師講修正的標準，攏有參考到國際法規，也有經過風險的評估，請民眾唔通轉傳到不實的消息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